英国牛津大学甲美国调查公司公布2025年世界幸福报告，芬兰是连续8年排头名，是全世界上幸福的国家。因为咱台湾是排第27名，赢过中国、甲日本、韩国是东亚的第1名。上新版的世界幸福报告详细列出全球160外个国家甲地区民众对家己的生活满意程度，以10分做满分。2024年满意度排名前10名，有8个是北欧甲西欧国家。负责出版报告的英国牛津大学福利研究中心指出，这个国家本身就有真悬的 GDP， 佮有配合法定的社会福利制度，形成每一个拢有好康的社会。They also redistribute this level of income through the welfare state, which takes and helps out people who otherwise fall off the ship, and that gives them a safety net, which provides psychological safety as well, which is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to the way people feel. 不过，嘛伫前10名的哥斯达黎加甲墨西哥，平均每人 GDP 伫全球敢来当算中关级，煞原来有真悬的生活满意度。They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the high income GDP per capita and the re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welfare state. What they do have, and this is also something we focus in on this year, is they have a very strong family set of family ties, so their immediate community is very strong. 所以，上为这份报告的终极标题，就会当看出参与研究的团队所设定的重点方向。除了第1章的总纲，也有重点；第2至第6，也有第8章，拢强调分享加照顾别人，也有互相扶持的社会风气。第7章的标题是无信任别人，助长反体制投票。这种特别点名包括德国匈牙利等国所讲的极右派政党掌权，嘛提起2024年川普搁再赢得白宫补助，拢是无信任感造成的结果。报告阁讲，信任感低的选民偏向投予右派政党，左派政党的支持者普遍属有信任感悬的族群。世界幸福报告头一届出版是伫2012年，由盖洛普调查公司协助执行。台湾伫这份报告的排名平均伫31名左右。今年是以6.669分排伫第27名，领先第68名的中国，也有第88名的香港。报告嘛，搁再甲阿富汗列作是上无快乐的国家。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